上路站嘅跳蚤市場行街，因為做埋呢個月尾呢，呢個跳蚤市場就會結業。我見到好多人都喺出面啊，我諗應該大家都想喺最後嘅時候嚟睇下究竟係點樣嘅一個地方。市場我就去隔離嘅盈匯坊行，呢度其實平時我都有嚟食下嘢，但好少會好似今日咁熱鬧咁多人，同埋平時唔會有啲小攤檔賣嘢，只係食嘢嘅地方嘅啫。最後一站就係錦田豪豬屋啦，呢度其實我
哋講，其實咁甜嘅環境都好舒服，好令人放鬆。